Hello， 大家好 ，A 空好家園阿堂，歡迎大家收睇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好咁啊，好多香港朋友咧，翻嚟大灣區咧買樓置業嚇，咁啊有啲銀碼就百幾萬啦、幾百萬啦，甚至乎上千萬嘅別墅啦嚇，咁樣啲錢咧抌落去，咁裝修嚟講咧，亦都要精裝改造啊，甚至乎咧有啲毛坯咧真係要花多幾十萬，甚至乎上百萬嘅嚇，但係咧。好多港人90%咧都漏咗一件事啊！咁啊買呢一個咧房屋嘅保險，即係家居保險啦嚇。咁啊今日咧呢條片咧就港人喺內地咧買樓必睇嘅啊房屋啊家居保險點樣買？有3種選擇啊，加埋呢一個購買嘅流程，同大家講講啊。做咗功課，希望大家欣賞啊。咁啊香港人咧住慣咗咧就係大廈咧有大廈嘅保險啦，屋苑咧有公共嘅保險啦。但係內地咧係唔一樣嘅，啊咁啊房屋嘅裝修喺內地，啊咁啊裝修啊家具啊漏水浸到鄰居啊，啲花盆抌落嚟砸到人啊，全部都係你自己嘅責任嘅。咁所以講咧，我哋經常帶客咧都睇到好多客問，啊咁所以講咧借住呢一個疑問咧，就專門拍一條片教大家如何買，啊因為咧好多香港人咧喺香港就真係好着重呢一個買商業保險，買呢一個家居保，啊咁所以講呢條片咧。我做咗功課咧，覺得好有必要拍一拍啦嚇。好咁啊，一場火災，水管爆、颱風暴雨啊，小偷入室啊，咁啊輕則咧就損失幾萬蚊嘅裝修啦，重則咧就整套房都廢咗啊，甚至乎咧要賠俾鄰居咧幾十萬咁樣嘅嚇。咁啊，今日呢條片咧專門係講俾港人知啦，翻嚟內地啦嚇，咁啊所以講就一條片講到清清楚楚，希望幫助到大家嚇。咁啊，內地呢個房屋嘅保險咧，家居保險咧有邊幾種？點樣買就比較划算啲啊？要準備咩材料啊？理賠咧需要注意什麼啊？咁啊，呢條片咧全程都係乾貨，建議大家咧點讚同埋收藏嚇，或者轉發俾朋友。買房之前睇更加有必要，買咗房啊後面係更加有必要睇啊，更加有必要買嚇。好，咁啊，以下咧有幾個部分啦，同大家講講啦嚇。咁啊，第一個部分咧要先搞明。內地房屋險係分3大類嘅，咁啊香港人咧最該買係邊一種咧嚇？咁啊首先講第一種係基礎型嚇，咁啊房屋主體保險啊呢種係基礎型嚇，咁啊係保呢一個房屋嘅本身嚇，咁啊下面就講啦，保咩咧？保呢一個咧牆體、屋頂、地面、門窗同埋水電煤嘅主導管嚇咁樣嘅主管道啊，咁啊賠什麼咧？就賠呢一個。火災啊、爆炸啊、颱風啊、暴雨啊、洪水啊、雷擊啊、高空雜物啊、房屋嘅倒塌啊咁樣嘅。咁啊，如果買咗呢種基礎型嘅咧，係唔保咩咧？係唔保呢一個裝修、家具、家電、盜竊、漏水呢啲係一般唔包含嘅，係唔保嘅嚇。咁啊，適合邊個人買咧？呢種基礎型咧就適合毛坯房嘅嚇。就擔心呢一個房嘅結構嘅安全，貸款買樓咧嗰時候銀行咧有時候係會要求買，但係基本實操嘅當中咧係銀行咧好少話要求要買。咁呢種基礎型係針對於咧，如果你話哎呀我買咗毛坯房，但我唔想話交太多嘅保費啊，咁啊你直接買個基礎型咯嚇，只擔心呢一個房屋結構嘅安全就直接買呢個基礎型就得啦嚇。咁啊價格嚟講咧，一般保額咧就係200萬嚇。咁啊，一年嘅保費咧就需要係100至到200蚊，係你當佢200蚊啦嚇，一餐飯錢嚇。咁啊，第二點咧就綜合型啦，啊呢種正啦嚇。綜合型咧就係家庭財產保險，就叫家財險啊。咁啊，港人首選呢一種綜合型嘅啊。咁啊，保咩咧？啊，下面就講清楚啦啊。咁啊，呢個綜合型咧就保嘅範圍就比較全。第一個房屋嘅主體啊，咁第二個咧就係室內嘅裝修。包埋呢種地板啊、牆面啊、吊頂啊、固定嘅櫥櫃啊咁樣嘅。咁啊，第三個咧就室內嘅財產啊、家具啊、家電啊、啲衫啊、啲床品啊都係包嘅。咁啊，最重點咧就第三者責任嚇，譬如話你漏水浸到你鄰居啊，浸到下面嘅啊，浸到左右隔離嘅啲花盆咧喺露台咧就即係掟落街咁樣嘅咁啱嚇，砸到人啊、車啊。咁啊，細路仔咧有時百厭咧整壞咗鄰居嘅嘢啊，呢啲第三者保險責任咧全部都係保嘅嚇。咁啊，附加咧下面咧都可以選多幾個啊一齊保咁樣嘅，可以附加上
下面可以自己選嘅嚇。咁啊呢個咧可以加上呢個水暖管爆裂險咁啊呢個咧就建議必加啦，係嘛？咁啊內地咧有好多二手嘅老房屋咧同埋呢種高層咧係最常出事嘅，呢個咧就水管爆裂嚇。咁啊第二個咧就係呢個盜搶險啦即係入屋打劫啦，係嘛？低層呢啲俾人爬上係嘛？啲低層同埋你個小區嚟講，屋苑咧就治安就一般般咁啊一般咧就要加呢一個盜搶險啦，同埋咧仲有地震險呢個都可以自己加上附加嘅唔一定要加地震險。咁啊如果你話咁啱嗰個區嚟講咧係一個地震區，咁呢種咧就要加上啦睇翻你自己啦。喺惠州你未即係唔係地震帶啊嘛好，咁啊第四個咧就係寵物責任險。咁啊養狗嚟講咧，有時會整壞鄰居啲嘢各方面咁樣噶嘛如果有寵物咧，就可以加上嘅咁啊呢個咧綜合型嘅商業保險咧，係適合邊個買咧？就係精裝修入住嘅自住嘅港人喺內地咧就常住嘅，咁啊擔心漏水啦、火災啦、盜竊啦咁樣嘅，就建議直接買綜合型嘅，因為講緊錢都唔多咁啊講翻個價格同埋個保額啦咁啊保額咧就300萬300萬嘅保額一間房再加10萬蚊嘅裝修嘅保額，再加財產保險10萬蚊嘅保額，再加50萬嘅第三者責任咁啊呢個綜合型咧，如果你選擇咗呢啲保額，咁啊一年咧個保費咧僅需要200至到500蚊咁啊平均嚟計咧，真係每日咧可以講係幾毫子咯你當佢即係一蚊咁樣咯，都 OK 嘅咁所以講咧，你當佢500蚊一年咧咁啊365日都係1蚊幾啫，係嘛？咁啊第三點咧有一個咧專項型嘅，咁啊呢種咧係單一風險保險咁啊補充用嘅。咁譬如話咧下面水管爆裂險呢一種只賠流水、浸水嘅損失呢一項。咁啊，仲有一個咧係盜搶險，只賠呢一個入室盜竊咁樣嘅咁啊，仲有一個地震險只賠呢一個地震同埋海嘯咁啊，仲有一個咧就比較得意嘅租金損失險即係譬如話你租咗俾人哋，仲有呢個咁啊出租房屋咁啊間屋咧就俾人整壞咗就可以咧賠呢一個租金咁樣嘅咁啊呢種咧係適合邊個買咧？就已經係有呢一個綜合險再加上特定嘅風險或者你只擔心係某一種嘅問題，即係意思講，我第二點係講咗呢一個綜合型嘅保險如果咧你再想保多啲嘅，就買呢一個咧專項型單一風險嘅保險，再補充上去，咁就包你穩陣啦咁你當佢就700蚊、800蚊一年咯。如果係補充呢一隻好。咁價格嚟講咧，單項頭先講單一項咧一年咧就幾十蚊咁總結翻俾大家啦咁自住精裝修嘅就直接買呢一個綜合家財險，再加埋呢一個附加水管爆裂，再加埋呢一個盜搶，再加埋三者險就 OK 啦咁如果係毛坯房咧或者係貸款房咧，就需要買呢一個房屋主體險即係簡單型嘅出租嚟講咧，要買呢一個出租房家財險咁呢個係保房屋加埋租金嘅損失好，第二 part 咁港人咧最關心嘅就係保障嘅範圍同埋理賠時嘅坑咁就驚咧買錯就白使錢咁下面咧就解釋到啦，第一個必保4項，港人咧一定要買，一定要有咁下面咧就係房屋嘅主體，即係譬如火災颱風暴雨爆炸倒塌呢啲咯。咁第二個咧就室內嘅裝修水浸火燒颱風係嘛？咁裝修咧幾十萬你裝修咗就全靠呢個保險啦，係嘛？安心啲啦。第三個咧就水管嘅爆裂啦，係嘛？內地咧係最常理賠呢一點嘅，因為水管經常會爆裂噶嘛，係嘛？咁
自己屋企爆啦，或者樓上爆浸到你啦，都係可以賠嘅。咁啊，仲會賠咧維修期間住酒店嘅住宿費，一般係30蚊一日，最多係90天咁樣嘅嚇。咁啊，第四個咧就係第三者責任嚇。咁啊，呢個咧就超級重要。譬如話漏水浸到樓下，咁啊就可以賠俾鄰居裝修同埋家電啦。咁啊，譬如話刮颱風，陽台個花盤啊，同埋咧啲窗戶嘅窗線跌咗落去，跌咗落樓，砸親人，砸到車啊，咁啊呢啲都係好重要嘅。所以講第三者責任險咧係好重要嘅嚇。咁啊，譬如話你裝修嘅工人受傷啊，客人咧喺屋企咧跌倒啊，係咪？咁啊建議咧都係要保嘅啊，參保嘅。咁啊至少都要選擇50萬額度嘅呢一種嘅險種咁樣嚇。因為有時咧好多我哋啲業主經常睇樓或者買咗樓裝修嗰時問：哇！我真係好驚你哋嗰啲咧裝空調嗰啲蜘蛛人啊，直接掉落嚟唔使搭棚架。嗱，嗰啲同大家講，嗰啲係人哋公司買咗保險嘅。當然你自己再加埋呢種保險咧，就安心啲。你叫人裝呢啲嘢，裝呢啲嘢，或者跌親啊，啲朋友仔、啲客人翻喺你屋企跌親啊，都唔需要啦。咁啊，所以講就唔需要擔心。所以呢個險咧最好加上啦，係嘛？好，咁啊，第二個咧，常見唔保嘅範圍咧，咁啊，第一個咧就係戰爭啦，戰爭係唔保嘅。咁啊，呢個核輻射啦，政府拆遷啦，正常嚟講係唔保嘅。呢啲類型嚇。咁啊，第二個咧就故意損壞破壞啦，呢個係違建嘅建築啦，年久失修啦，呢種就人之常情嚟嘅。呢種類型嚇。仲有一個咧係現金金銀珠寶、古玩字畫一本咧，保個限額咧就係現金等於5000蚊。即係譬如話，哎呀，我咁啱，即係有個珠寶啊，有個真跡啊，值100幾200萬，但係咧限額都係5000蚊啊！同大家講明嚇，一般嘅限額都係5000蚊。寵物植物、汽車呢種係唔保嘅。咁啊，地震啦、海嘯咧，大部分嘅保險公司嘅產品係唔包含嘅，要單獨加，同大家講下，就適合嗰種海邊嘅嚇。好，地震咧就有地震帶嘅嚇。好，第三個講翻真實嘅案例啦嚇。咁啊，深圳嘅香港人樓上水管爆全屋裝修咧嘅係浸壞咗咁啊呢個家財險賠咁啊賠咗裝修8萬蚊，再加酒店住宿27日。咁啊，等於8.8萬。咁啊，仲有一個案例，即係惠州嘅港人颱風刮倒咗呢一個外牆，咁啊，砸壞咗呢一個鄰居嘅車。咁啊，呢個第三者險賠咧，就賠咗人哋修車5.6萬。咁啊，仲有一個例子咧，就廣州嘅港人小偷入室咁啊，偷咗電腦同埋金飾盜搶險賠，咁啊，賠咗電腦就1.2萬，加埋金飾限額5000蚊咁啊，一共賠咗17000咁所以講咧，有真實嘅例子大概可以俾大家一個參考。第三部分，港人點樣買？有3種渠道，加埋流程，加埋材料需要咩材料？咁啊，第一種咧就係解釋啦，有3種投保嘅渠道，港人都係可以用可以買嘅。咁啊，第一種咧線上啦，係最方便最平嘅。譬如話我哋日常用嘅支付寶。支付寶入面咧有一個螞蟻保咁啊，呢個就可以保啦。微信咧就係叫微保咁樣嘅就可以買到啦咁啊，最常見咧下面咧就係啲保險公司，平安啦、平安公司啦係嘛，人保啦、太平洋啦、眾安啦，咁啊呢啲公司呢個 APP 同埋啲官網直接入去就可以買噶啦嗱，咁啊講翻呢種線上嘅方式咧，全程咧都係手機填資料咁啊佢出翻咧都係對應嘅電子保單，係可以線上理賠嘅。咁啊第二個咧就係呢種傳統嘅線下去辦理啦咁啊線下嘅保險公司嘅網點咁啊好多啦，過咗深圳又有平安啦、人保啦、太保啦呢個國壽險啦，咁啊帶齊啲資料咁啊現場辦理。最適合嘅咧就係呢種驚線上操作嘅呢種嘅長者啦咁啊帶齊資料就直接係嘛線下買方便啦係嘛。好，咁啊買樓同埋貸款時候咧
可以代辦嘅，譬如售樓處啊、銀行嘅貸款經理啊，係可以幫你代辦嘅。但係代辦你知啦，價格係貴少少啦，建議對比翻個價錢自己過去搞都 OK 嘅嚇。第二點，港人要投保嘅呢種材料咧，必備要什麼咧？身份證啦，就係回鄉證啦，係嘛？即係港澳通行證啦，同埋香港身份證。咁啊，房產嘅證明，即係房產證梗係要帶啦嚇。如果房產證未辦理出嚟咧，就購房合同啦，係嘛？不動產權證嚇。咁啊，房屋嘅信息咧就提供地址啊、面積啊、結構啊，係專運還是呢個光運啊、建造嘅年份啊，提供晒呢種嘢咧，全部就可以嘅啦嚇。咁啊，仲有咧裝修嘅情況都要嘅嚇，咁啊都要提供。咁啊，聯絡嘅方式咧最好係內地嘅手機號碼啦、內地嘅銀行卡啦嚇，去支付呢一個保費啦嚇。好，咁啊第三個投保嘅流程咁啊講啦，以下選產品，咁啊選呢一個咧。綜合家財險，再加埋附加水管爆裂，再加埋盜搶，再加埋三者險咁樣嘅。第二個填信息咁啊線上好簡單嘅揀完咗呢種咧就填信息啦，房屋嘅地址啊、面積啊、投保人嘅信息寫翻自己名、香港證件啊。咁啊第三個咧就定保額咁啊房屋按照翻你個房嘅總價重建價。譬如話300萬，你值300萬，咁你直接填300萬啦，係嘛？咁啊裝修按照實際嘅裝修費，譬如話你裝修咗15萬，咁你填個20萬啦、15萬啦。財產即係譬如話家私家電加埋嘅總價10萬，咁你選擇10萬蚊嘅保額啦，係嘛？咁啊三者險一般都係買到咧50至到100萬建議買到100萬啦都得嘅咁啊支付咧就係微信啊、支付寶啊、內地嘅銀行卡啦，1年一交咁啊第5點咧就係收個保單，咁啊好多公司線上買咧就電子保單啦會發到你個短信，以短信嘅方式，又或者發到你自己嘅郵箱咁啊電子保單咧同紙質版咧係一樣嘅，一樣具備呢一個法律嘅效力係一樣嘅咁啊第4點啦，保費參考2026年最新基礎版，譬如話間房200萬咁啊你就需要交呢一個保險，就大概係150蚊一年。咁如果標準版咧譬如話300萬嘅保額，保呢間屋裝修咧就保10萬蚊嘅額度，財產係保10萬蚊，第三者係保50萬額度，水管爆同埋呢一種嘅盜搶，咁啊等於如果買齊呢一種嘅險種咧，就係300至到450蚊一年，平均每日就1蚊好，咁啊第4點理賠嘅流程，再加埋港人要注意什麼事項咧？第一個出險後要4步要做嘅咁啊，而且唔好做錯。第一個保護現場同埋報案，先影相拍視頻，全景加埋細節，加埋損失嘅物品咁啊24小時內咧咁啊保險公司嘅 APP同埋電話報案都係 OK 嘅。咁啊例如平安公司就95511，人保咧就95518咁樣嘅，自己打電話。但係最主要保留要keep 住呢種嘅證據，影相影視頻咁啊第二個咧就提交資料咁啊提交資料咧就係你張保單啦，係咪？身份證啦、房產證啦，同埋咧第二個咧就損失嘅呢種嘅清單你要列出嚟。咁啊照片啊、視頻啊，同埋你維修嘅報價單都係要嘅。咁啊第三者損失對方咧維修嘅呢個發票譬如話警方同埋物業嘅呢一種嘅證明即係譬如話對方嘅問題咧就對方提供俾你咁啊第三咧就係定損賠付。咁小額嚟講咧，一般都係線上去審核嘅。咁啊1至3日咧就到賬。大額咧有個定損員會上門，7至15天賠付咁啊第4咧就維修啦，同埋重建啦咁啊賠款咧就會直接打入呢一個內地嘅銀行卡好，第二個港人理賠被坑咁啊一定要用內地嘅手機號碼去投保啦，方便報案同埋收驗證碼咁啊地址咧必須要填準確啦，咩省咩市咩區咩路咁啊小區嘅地址必須你間房屋要填到清清楚楚。咁啊定額投保房裝修係嘛，財產保額就唔好太低否則咧就會按照個比例去賠付咁啊保留所有嘅票據啦咁啊裝修合同購物嘅發票維修單等等全部都要保留嘅咁啊第5點總結翻咁啊俾翻香港人個建議啦最後咧給香港人3句比較實用嘅說話
內地買樓呢個家財險係必需品，唔係可選。香港大廈有公共保，內地嘅房屋全靠自己，1年3萬蚊就可以保你幾百萬嘅資產，性價比咧係非常之高嚇。第二點，港人直接選呢一個綜合家財險，再加埋3個附加。咁必選嘅咧，附加嘅咧必選有水暖管爆裂、盜搶險、第三者責任險咁樣嘅。咁第三個咧投保咧非常之簡單手機5分鐘搞掂。咁用港澳通行證即係回鄉證同埋居住證其中之一，線上買線上賠，唔需要話太複雜嘅手續。一句説話，喺內地有房屋，一份家財險，住得安心瞓得踏實如果你喺內地咧已經係開啟咗你個退休生活，而且買咗1000尺家，咁你個家財險咧要記得要買啦。希望呢啲資訊幫到大家。咁評論區咧大家可以交流下，分享下，又或者分享我喺微信買好方便喎，買咗喎，大家分享下。我喺支付寶已經買咗喎，又可以分享下。記得咧大家點讚啦，因為咁天時嘅天即係成身濕晒。希望大家咧點讚啦、留言啦，多啲分享下俾大家。希望呢個香港人分享嘅嘢可以幫咗另外一個啦，世界美好啦。下一集更加精彩，下期再見，拜拜。